現時並未有針對性嘅治療方法，醫生一般對患者施以支援性治療，以舒緩有關症狀及穩定病情。安全而有效嘅方案就係接種日本腦炎減活疫苗 JECV， 於2014年獲本港衛生署批准使用，以預防日本腦炎。關於 JECV 疫苗嘅免疫數據，之前冇接種任何日本腦炎疫苗嘅幼兒，即係9至18個月大，喺接種一劑 JECV 疫苗嘅28日之後就獲得 99.2% 血清保護率。接種一針 JECV 加強劑後嘅幼兒得到 100% 血清保護率，當中1年之後保護率仍達 99.4%。喺一項第二期臨床研究中，所有之前接種過減活日本腦炎疫苗嘅2至5歲兒童，喺接種 JECV 疫苗28日之內，其體內製造對抗日本腦炎嘅抗體皆達到保護水平。有關 JECV 疫苗嘅安全性數據，就一項大型嘅臨床研究中，大部分接種之後嘅反應都係屬短暫性及輕微至中度。報告指出，有20%接種 JECV 疫苗嘅試驗者及對照組嘅試驗者出現發燒嘅情況，兩組並無差異。試驗者喺接種疫苗6個月後都冇出現同疫苗有關嘅嚴重不良反應。9個月大或以上嘅兒童已經可以接種日本腦炎疫苗。成人應該喺出發前最少14日接種疫苗，小朋友就需要28日。9個月至17歲喺打咗第一針嘅疫苗之後要喺1至2年內打多一劑加強劑。18歲或以上嘅成年人就只係打一劑就得㗎啦。